神造人有咩目的？呢個問題本身會引發好多其他嘅問題，好似人嘅定義係乜嘢？人有咩特別？或者人同動物有咩唔同？進化論話人係由動物進化而成嘅，咁即係話人同動物本質上冇乜分別，只係高等嘅動物。咁樣人同豬狗差唔多，唔同嘅只係人更加先進。如果係咁，殺人同殺動物基本上冇乜分別，但我哋知道我哋可以殺豬殺牛，但我哋唔可以傷害人。始終人同動物係唔同嘅。另外，進化論帶嚟嘅係一個悲慘嘅結局，因為人嘅存在只係一個巧合，所以人生係冇意義嘅。人生應該點過？只要你唔好傷害其他人，你鍾意點過咪點過咯。因為最後一切都要歸於無有，人死咗之後，身體要回歸大地，所以人嘅結局就只係循環再用。咁聖經又點講？一切唔係偶然嘅，而係神精心設計。神分開6個時段創造呢一切，最後神創造人，就係亞當同夏娃。神造人嘅時候，按照佢自己嘅形象做男做女，即係話人有神嘅形象。咁神嘅形象係乜嘢？神用塵土造人，再將氣息吹喺人嘅鼻孔裏面，人就成為咗有靈嘅活人。所以人好似神咁有靈魂，所以人喺萬物中係好尊貴嘅，因為只係人係有神嘅形象。動物係冇靈魂嘅，所以動物係唔會有理想，唔需要有目標。相信從來冇人見過動物去追求理想，追求生命嘅意義。但係人就好唔同，物質係唔能夠滿足人嘅心。睇下呢家嘅社會，物質越豐富嘅地方，人嘅心靈反而越空虛，因為喺人嘅內心深處，人需要得到心靈嘅滿足。咁樣，人點樣先至可以滿足呢？其實我哋每個人應該都好清楚知道答案，就係人需要有愛，需要去愛，亦都需要被愛。愛可以滋潤呢個物質嘅社會。人生最開心嘅，莫過於識得一班知己朋友。正所謂得一知己，死而無憾。狗稱為人最好嘅朋友，喺某程度上，佢哋都可以明白人，但係人唔可以同狗有深入嘅溝通，唔係因為語言嘅障礙，因為狗同我哋係唔同類嘅。你有冇留意喺大自然中，只有同類嘅先至可以溝通呢？就係因為呢個原因，神要做人有佢自己嘅形象，因為咁樣人就同神相似，人就可以同神溝通，所以只有人會去敬拜神。有冇留意，當人絕望嘅時候，人會去向天禱告，亦只有人會建造聖殿俾神，因為人係可以同神溝通嘅。所以你要用心靈誠實去敬拜神。聖經裏面有一位亞伯拉罕嘅人，佢為咗神嘅緣故，甚至願意犧牲自己最寶貴嘅兒子，呢就係朋友。所以聖經稱佢為神嘅朋友。人有神嘅形象，唔好浪費我哋嘅生命去追求物質，唯有認識神，同神做朋友，先至可以滿足神造人嘅目的。